今日教大家荔枝床香，今天教大家荔枝床香，7分瘦3分肥的淨肉餡，7分瘦3分肥的淨肉餡。先醃製一下，俾鹽，1斤生粉，1斤鮮粉，1圈蠔油，1圈好油，豉油，料酒，花生油，胡椒粉，用手揸均勻，荔枝去皮去核，荔枝去皮去核，將啲肉釀入荔枝度，將啲魚釀喺荔枝度，熱鑊冷油，肉餡向下煎一煎，魚餡向下煎一煎。呢隻做乜插條牙籤嘅？甩咗嚿肉出嚟。翻面煎到金黃啊！煎到金黃翻面，加少少水落去燜，加少少水落去燜，俾啲豉油，俾啲蠔油，俾好油，色香味俱全，屎香味俱全。甜得嚟有肉嘅香味，甜得嚟又有魚嘅香味。你哋食過未啊？你哋試過未啊？幾哩good！